係美聯物業奧運站分行嘅 Karen。今日咧帶大家嚟到帝豐皇殿啦，去睇一個2座嘅中層單位，實用面積咧就759尺，間隔咧就係屬於3房1鋪嘅單位。我哋一齊嚟望下單位先。呢一個單位咧樓底都高嘅，所以咧一入屋已經個空間感就非常之大啦，而且有2盞水晶燈，感覺會更加 grand 添。咁咧間隔嚟講咧，佢就左右兩邊廳嘅，所以下飯廳都係非常之分明。喺廳呢一度啦，佢會有2個露台啦，變咗其實通風度都係非常之涼爽。我哋嚟望下景觀啦，都係非常之開揚嘅，仲會有遠處少少海景可以睇到。轉身一睇就會係門口飯廳嘅位置啦。咁我哋嚟睇幾間房啦，都集中咗喺廳嘅一邊嘅。第一間房做咗一系列嘅入牆嘅衣櫃啦，同埋個窗台位置做咗書台嘅形式嘅。第二間房 size 都係差不多。咁嚟到主人套房啦，見到有對流窗啦。咁位置都係足夠擺3邊落床嘅呢一個嘅雙人床啦，同埋可以利用翻呢邊嘅牆身擺一系列嘅衣櫃。呢一度就係主人房嘅套廁位置。另外就係客廁啦，最後喺廳嘅另外一邊呢，就係廚房嘅位置。咁見到有3邊嘅工作台面啦，都係非常之整潔。